就这个你上这个推荐那些东西，你上这个你这边上这个里面然后比如我不说就是3万写的2万，3年上这种超过9个1万写的了，这才钱了。那从今这个是吧？能今天这个，这个是这钱，这个这个我就这边农就继续这2年下去了。然后他这个今年还不说他结束。这个是说你前期吧？前期吧。这个是你前期吧？我这有别什么就是才是的。前期吧，才有了，才写了你一起，我这个，才有了，才写了你一起。第二句啊，第二句，这个对，对了，这个也有个钱，兄弟们，重要的咱这个，咱这肯定想到了西，咱这对啊，咱这肯定想到了西，这个有个啥，有个准备的。那第二呢，这一句呢，是对小朋友对吧？咱这个对小朋友这样的啊，这就这一句呢，写过了，好，写过他写，写完他基本就是要的。那这送的，他这送的你中国也是，中国写吧，中国写吧，中国也是，然后中国写吧，对了，这个样的理论书写吧，那素描的，中国写吧的，理论书写吧，理论团队写吧，理论写什么的吧，这个刚就是是吧？因为这个你前几天上面就下有钱，那你兄弟可能讲话对的，这个还有一些的，啊，这些还是啥？你喜不喜欢？你喜不喜欢？他就是中国讲，咱们这个特别写吧，这里不是，你这刚刚了，你他妈你如果兄弟就写吧，我过来的，这上面的这里留军队点，都知道的，哪里这？直接说出来，这刚刚的，刚刚的，对，你别是，我顶下想嘛，咱那点具体写的多，你跟给3万对吧？西东给3万对吧？北京给3万对吧？东给3万对吧？说对不对？具体写的你说嘛这个，具体这个呀，就算就给你做的，最喜欢这是的，他前面写的什么呢？你听懂吗？对，前面写的，最喜欢他具体呢，不是具体写的对吧？你前面这个写个也是，只要你能前面你这个写的，天气大概有的也是，这就不用写。那这要前面的写作什么的呀？前面的也是。老重要，就是他们下把下来对吧？你看两毛对，现在其他就了，给你的天气。你看啊，你看他们下把下来领导的天气，现在我们这个他对比天气，兄弟其他的话，他从那最新给你去，他那年报他们通常就说前对比天气，他掏钱了去了吧？他那年报表看啥天，啥时间去？他那年报表天气，他那现在其他这个给你的天气，天气对啊，这个也是24节也是吧？对，那24节哎呀，24节的肯定是全是谈过了台北，谈过了嘛，台北天吧，成都这边北京天吧，河北天吧，成都的天吧，那天，那曾经这个天讲了有明星你的有7天，然后他周围天了呀，老师他给你，中国给你，他这些嘛，因为你都去，最新的天讲了呀，最新天的跟那几天他都去。那你成都的天了呀，做这个天当我这个你去，年报表天了呀，俺们工作干嘛？有的我看上天了，俺们没别的，白马的，3天的，5天的有多少嘛？报表嘛，我看，俺们如果第一年的天了呀，工作干嘛？有的是天，常常干嘛？有3年的天也是，我知道。这不行呀，就是比较也是。我这个想法是也是。那这个你不是具体不能说。他具体不知道呀，专门要我为啥我想跟你讲，有的那3万多个呀，年终的呀，最起写3万多个呀，最起写不多嘛。对，我的。这个我就是
人那么你谈，那今天人家谈的，他们一定来要那个那么你谈，这个他这个人嘛，一定来要那个，这个那么你别是的，这个可能也是啊，你这那么你我这个你谈，别人说那么说他都不他那么你是写作，他们一定来要那个，结果反正对咱一说的，一定来要那个，结果可能你谈，这个嘛那么你谈，可能怎么那么送上，他这个嘛那么就是写作，我随心的。那一定来你要那个是吧？啊，一定来那么你，别说那么送上，他这个你想是哪里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个那么你呀，啊，知道吧？一个就记得了呀，知道吧？记对了，那么你对我们每天打工的这些情况，俺们他这个打工的，总理这里写了申请的，等于这里肯定是什么啊？所有这里写了申请的，我他这个什么啊？他一定要打工，这个什么都干，然后没记对的想法，这里写了几啊，行，写了几行的，我的。啊，你我的，你们这里也不也你们写吧，记对写吧，改正了吧？这个那这个啥啊？那原来这个你他这里写了，公寓这里写了多少天？几千。他里面这个绝对我们每天同样拿到绝对是个意思就是。人体原先的马大伟，马大伟绝对，我们记得这个的，今天来我讲过，就比如这个，今天就这个，哪三你看有什么啊？我就这个写了，最近的我不是看了，他一天就不给我们最远的我。你想，俺这地下的啊，你这个写了新建的，对吧？你他一个通话堂，他这个你用了通话线，绑不了，你信吗？你对对，今天给个王帝，你就有这个通啊，今天就说的人家马上你该有通话。兄弟，那什么在？你这个是吧？你是啊，我一直啊，啊你也这个送你说，真的来说，哦，啊，别说了，送你，你这是我们这工作怎么做完的？是我们那么因为有点别老我这些对吧？送你了，那么这里等下这里那，你妈的等下前面那么这个工作有没有？再送你哪里的人？哎呀，他这个你说，他这个你呀，当然是弄的，很简单吧？那弄个弄个投资店的，有没有工作的？三阶段的什么学员退休的？那不是你，他不嘛，其他他不嘛，他不能做到那么专业的事。因为呢，他们有没有过？我主办的是没进去的，对吧？我有没有？我听的啥？我听的。我说你的。对吧？是那个最近的新闻对吧？我这上对吧？哎呀，上对吧？是最近新闻对吧？上对吧？是一个可以。上对吧？是呀，一对的生意知道吗？那对了，我们谈的上对吧？这里对了，他说这个最近的一对这对别对，他最近出下来了，他说这个一对干的，这对干的，别对干的。上对吧了呀？俺们要用就多些吧，咱们一年嘛加来，俺就问题了呀，他在这里呀，对吧？要用就多些，要会啊。那个是什么的？那个是你一对什么这个一对干的叫什么？你对吧？对对对，现在。现在那天噻，今天没推荐，我送推荐，我就送，俺就对对唱，我记得对吧？俺就上那个一对一。对，我送是多就是多，就讲究我对吧？你也上网对吧？啊，你这边这个啥是呢？有没有？多记得，咱们年年把这个制度对吧？你那么对吧？那么这制度对吧？你制度就上网对吧？谁给他往后就弄生的？他妈他给有没有制度对吧？你白天给上网对吧？去，人家有谁呢？他们有没有你制度对吧？你他们给上网对吧？我听得到，他一这个采集，今天不采集，别的个采集，他都不采集一下的。那个他们就够了吧？来说这边是别个这个嘛。他在那过，这下一个吧，他们这个对了吧？第二个对的，他们家在的嘛。今天有菜，今天有菜，别的有菜，他不有菜，这些不行，别的表演搞管理。然后就参与一下了，参与一下了，他也参与了。
다시 그렇지. 이 말이야.
나래